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4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对于7月初开始开放第1类到第8类，还佫进前做过头一档民众会当去补助第2档，但市长表示，解除警戒部分明仔载向民众报告。伫婚林有妈妈做过疫苗了后，起无灵，医院过2工说死亡。台南有一位派出所的所长做疫苗了后，脑部产生血疙。台北群组感染继续被北龙以及着树林的中照机构以外，台北艺术中心也有40个人群组感染。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今仔日有增加一个带病入境，也有78本土病例，另外也有6个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病例拢有在减少，也代表讲疫情有控制掉咧。另外讲到做疫苗对象真有变动咯，对7月初开始开放第1类到第8类，也有进前做过头一档疫苗的民众会当去做第2档。另外当时要来解除3级警戒咧，陈时中表示，各县市拢是希望全国统一。明仔载会向民众报告。新冠本土疫情连续2天，确诊个案降到100例以下。拜二增加78例本土个案，其中以新北市43例上侪，其次是台北市25例，南投县3例，基隆市2例，苗栗县、彰化县、桃园市、台中市甲新竹县各1例。另外，确诊个案中增加6例死亡。相对死亡的个案现在比较少。当然这个每一个这生命我们都觉得很惋惜那不过这个案子少这也是代表这整体的医疗上面的控制相对的稳定。为了防范印度变种病毒侵台，指挥中心宣布即日起，无论港有症状，凡是确定病例、密切接触者、甲国外入境者、地处隔离还是地处检疫期满前1天，拢需要进行公费 PCR 检测。确定病例之密切接触者，自国外还有从国外入境者，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期满前1天，均需进行公费 PCR 的检测。另外，指挥中心也调整新冠疫苗优先注射顺序，将第3处理代替的变种情权第2类优先注射顺位，交政机关工作情权列为第5顺位。陈时中表示，后一批疫苗预计7月初1开始配送到各县市政府，所以进一步宣布7月初1起，将为下面开放注射对象，而且会当选择疫苗的主牌。第7类包括考试工作人员、幼儿园、国小安亲班、教育人员、军人、各类大卖市场第1线人员、高市甲代市人员、媒体第1线采访工作人员、第1线邮务人员、北北机头计程车司机、外送员、过道客运司机、货运司机、北北机头传统市场合法贩仔甲卖场收银员、托育人员、上班职务等。第8类是65至74岁长者，第9类是已经完成做第1档疫苗的人，会当以建议注射时间以共抢牌完成做疫苗。本来是要做只有北双北，它是一个高风险区，后来特定加建的基桃。事实上，这些计程车司机、外送员、客运司机、货运司机，这个量几乎是他们一个工作圈呐。因为最近本土疫情东河，外界关心敢是会当分开解封，但市长表示，保证社北犹原是具风险区域，会考量整体放宽价值，包括刮吹暗、社交距离、交通流量等。各县市希望警戒爱全国同款，伊呼吁大家爱同在心内，但拜三各向外界报告。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去到台北邮局卫冕前线观光，另外也宣布讲做疫苗的对象会列搁较宽，包含台铁、高铁、邮便司、幼稚园、安亲班、媒体、并作业等等。那伫咧疫情较严重的湘北地区会甲联保列入去。另外伫咧新北市基隆桃园也有计停车司机、外送员、卖场超商的店员，大约是50万人，会列入去后一批做疫苗对象。办法加菜金卫冕邮局第1线辛苦的同仁，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别前往中华邮政台北邮局，指出疫情期间物流量增加，苏贞昌向辛苦的邮差细读者也带来好消息，宣布为7月开始将扩大纳入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甲民生运作时有高接触特性的人员，列为做疫苗对象，其中也包括全国的邮差甲邮件处理中心人员。对于有工作上第一类会接触民众等的人员，扩大加强施打疫苗，就好像在高风险地区的保姆，就好像在第一线
这么辛苦的邮差。即摆增加做疫苗的对象，像病重业等待真久，总算得做做疫苗的对象。新北市众医商业同业工会表示，量早安排做疫苗。因为我们已经等很久了，5月中旬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反映这个问题，重视这个问题。那现在如果讲到7月的话，那我们也是说很希望说能在7月是什么时候能达到。针对疫情风险较悬的上北，也特别留意年务，北北基头是留意客运车司机、外送员、过道客运司机、货运司机、传统市场合法团等。也毋过有客运车司机讲，定传出注疫苗死亡案例，影响做的意愿，希望会当自行选择疫苗种类。司机是老实讲，在服务业里面算是比较第一线，他因为接触客人嘛，那他比较有可能会染疫，那有可能会染疫的情况之下，那当然是打比较安全，对自己也比较。还有时候会被拉到新北的，也有可能拉到桃园，会不会有没有可能？就像我们跑台北，有时候被拉到基隆，所以这是一个没有范围的。行政院统计即摆的注疫苗人数大约50万人，要求各部会尽速完成造册。外送员工会指出，为了防止民众抢先注疫苗，来申请加入外送员，政府应该订定相关配套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表示，因为疫苗死亡的怀疑个案，今仔日佫增加35个。另外，伫咧云林有一个妈妈自 AZ 疫苗了后，甲囡仔饲保冷，想要到医院隔断工出来死亡。伫咧台南也有一位派出所的所长自疫苗了后脑部产生血角，目前这个案例也拢等咧调查。这个笑甲叽叽叫，声音真响，2个多月查某红仔。因妈妈做 AZ 疫苗了后，甲饲保冷，想袂到这个婴仔煞雄雄来过身。昨天下午4点的时候打疫苗，回去我大概11点出的时候喂他吃母奶，到我凌晨3点的时候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就发现他脸上有一大块奶泡，然后是有掺血的奶泡。这个苏小姐伫咧云林虎尾殡葬所做工课。所以，红列做是高风险优先注疫苗的对象。家属怀疑讲，这个查某红仔死亡的原因甲疫苗有关联。不过，伫完成遗体相验了后，家属对死亡的原因也是感觉无啥对同，所以决定另工解剖做最后的确认，而且等检调甲法医理清真相。若生产了后的负责人，敢会当安心注疫苗？指挥中心是安尼回应。疫苗咨询小组的讨论里面，应该是没有特别说有任何的国外的建议说这样的状况不建议施打疫苗哈。这个月14，台南市警方按顺序注 AZ 疫苗，其中昆新派出所的所长苏彦辉，伊嘛有注疫苗，不过买手所发现讲，伊的脑内底出现血角。他20号晚上他就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但是21号早上，他还是勉强来上班。那上班就开始出现头痛、恶心、呕吐。那我同仁看他这样，就请他下午请假，赶快联络他太太，带他到成大就医。这个所长并无慢性病的病史，不过雄雄传出脑内底有血角，当时是拢疗伤未到。这个案例敢是疫苗引起的，要该专业的医师来判断。台南市府嘛，甲这个个案通报给中央，等待厘清。也若台南区长马上慰问金去予家属。另外，台南安南区嘛发生一个92岁姓魏的负责人，17注疫苗了后，22号发现已经过往。指挥中心公布2日，搁接到35例，因为注疫苗了后疑似不良反应死亡的个案，有16个女性，19个男性，年岁是伫41岁至94岁之间。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注疫苗的代志。高雄昨是走大生宣布莫德纳疫苗若准有剩，会予有新的富人人来注。指挥中心早起是讲也未开放，不过落尾也随公布讲，对今仔开始会来开放。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莫德纳疫苗目前有配14万吨出去，目前已经注6万多吨，才决定讲要予怀胎妇女来使用。高雄市政府21日大声宣布，因为第一批莫德纳还有剩，23开始开放第6类有新的负责人来做。指挥中心先是讲还未开放，尾也随个讲即马开始开放有新的负责人来做。政策党员指挥中心提出数据讲，全台湾配发14万剂莫德纳，目前敢若做6万多剂。高雄市政府嘛表示，因为医术人员甲长照机构注射率拢超过95%，疫苗还有剩。我们的 AZ 的使用量就相对来讲就比较多。
那所以当中央后来这个莫德纳疫苗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第1类到第3类大概已经打得差不多，所以我们有一些余额的这个数量，那把它放着在那边等，我们觉得没有必要。那在孕妇这方面，这边的需求跟要求还有呼声都很多，那我想就是说，既然这些疫苗还有剩下，那就赶快开放给更多人来使用。指挥中心表示，即马开始有新的负责人甲医师讨论风险了后，会当为 AZ 甲莫德纳中间选择其中一个来做。医师也提醒有新的负责人爱听到代志稳定再来做，尽量会建议在12周以后，因为第一个就是说12周以前的话，本身宝宝怀孕的话，可能就是状况是比较不稳定的。那另外的话，当然就是说，如果说它有产生一些副作用的话，一些不舒服的话，可能对宝宝的影响会比较大。妇产科医学会推荐有新的负责人爱注莫德纳疫苗，因为会当互胎儿产生抗体，对负责人本身的安全性也较悬。不过医师是讲，若注无莫德纳 ，AZ 嘛毋是讲袂使选，不过爱事先甲医师讨论，同时嘛爱特别注意疫苗的副作用。记者综合报道。是由所有核准各种机卡快筛机制，这礼拜会伫药局开始配。就药师建议政府应该爱设一个云端平台，民众会当甲快筛结果传起咧网络顶头，随时了解民众状况。安尼社区体检站才袂招人。双手洗好清气，再搁摕卫生纸片仔清好清气，再来甲快筛试剂拍开，摕出内底试管，放伫个架顶固定，再搁将名签放入面两边的片孔差不多2公分的所在，各过10年，15秒的时间，再将名签插入去试管底，过10解。名签等掉了后，爱搁滴4-5滴检体入去试剂盒仔的圆孔内底。安尼就会当伫15分钟至30分钟内知影测试的结果。这是咱是有数核准的罗氏家用新冠病毒抗原自我检测的套组，咱国内这2天就会开始陆续铺货。最好不要出去到外面，那以防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感染源的话，会引起更多的散播嘛。对，那如果可以自己直接寄到家里来自己测试的话，比较安心。随上除了罗氏的快筛试剂，是由数原来核准另外3款的进口快筛试剂，也甲咱国产的福尔威创，拢是针对片仔来采检。其中头一批到货福尔试剂，花一个高度风扫了，不过到底倒一个时机做居家快筛才会上准的。药师是讲，国外的数据资料显示，若做伫个高风险区后3天内测试，拢会较无准。建议上好的时间是去危险区后5天至7天，来避免假阴性。另外，也建议政府应该爱设云端平台，互民众会当依照试剂器材识别码传快筛结果，安尼会当解决社区快筛站人伤济这个问题。就像现在就是说，北农大爆发，如果说我们能够尽快成立一个云平台的话，其实对于这个未来这个在家如果自我检测，如果可以上传的话，是有助于疫情的控制。药师也提醒大家，使用居家快筛若是阳性，居家隔离还是居家检疫对象，爱立刻甲当地卫生局来联络，还是卡1922，依照指示方式处理。若做毋是居家隔离，还是居家检疫的人，应该爱喙暗挂好，毋通坐大众运输工具，赶紧到附近的社区采检所来做进一步检验。而且快筛嘛有可能出现假阴性还是假阳性，所以也是爱以实验室 PCR 核酸检测，才是上准的诊断。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关岛的媒体报道讲因的注射率到7月时阵会当达到80%。当地政府也要推动观光疫苗专案，外国旅客摕72点钟内体检阴性报告入境，住伫个指定饭店，就专人来甲旅客注疫苗。虽然讲观光局禁止旅行社卖这款的行程，不过指挥中心表示，若准个人要去，就袂甲伊限制。不过返来台湾，依然是爱隔24天。关岛观光局宣布，按算由当地指定10间饭店推出疫苗的观光专案，初步规划要未注疫苗的外籍旅客，要有入境进前72点钟阴性的报告来入境，再来带去指定的饭店，由饭店安排医护人员来甲旅客注疫苗。按算入境了后的第5天到第6天来做采检，若是阴性，就会当解除隔离。另外，若要注第2档疫苗的人，会当继续留伫当地自由活动，一直到注第2档疫苗。有打1剂或打2剂，所以最长天的天数可能可以达到30天。那以5天4夜的标准包装来讲，目前的售价在5万块以内，就是当然就是只有纯粹的机加酒。那如果说旅客要停留到30天的话，那我们预估它的价格可能会到20万左右。
目前台湾因为疫情禁止旅行社组团出国，不过业者规划以包机的方式要来抢这波疫苗的观光商机。香西旅行社表示，因为台湾甲关岛目前无直飞的航班，旅客若要家己去，就要转机会增加染病风险，所以因甲航空公司直接规划直飞的包机，按算会推出5天4暝包机票，还有饭店的行程。有关医疗啦哈，打疫苗这个有促销的行为哈，那这都是不允许了哈。那个别自己要去，这也不在我们的禁止之列。根据旅行社的规划，直飞关岛的包机有机会在7月初实施，5天4暝机票挂饭店的价销，按算差不多是5万块。指挥中心强调讲，目前禁止旅行社组团，不过若是个人要去是袂禁止。不止有多种疫苗资料，等来台湾要是爱居家检疫14天。记者综合报道。即摆防疫民众开始放零路，着民众认为讲六月自飞了后，他解除封锁，着赶紧去订房间啊。亲像合欢山的上雪楼，对自到开始到后个月自治全部客满。伫宜兰的太平山庄7月时啊，下拜6礼拜要到城满。行政院长苏贞昌是搁再呼吁民众防疫是千万唔通放零。旅游协会也烦恼讲，若准来放零，恐惊会搁再夹起来。不管是满山红桂，还是当年上市时阵，合欢山顶上细楼拢亲像安尼人塌塌甜，房间搁真歹订。连续几天，本土确诊案例有降低，不少民众期待3级警戒会当伫这个月28解除封锁，才通规划休热来安排佚佗。现在疫情还没有控制住，怎么可以因为暑假跑出去玩？就疫情比较严重，然后还有季节上面，大家去中奖。拍开上细楼订房网站，这个月29到后个月22，上细楼全部拢满额。另外一位出世山庄的空房嘛，出无偌济。那是宜兰太平山目前是休困，园区大宿持续受理订房。太平山庄甲翠峰山屋拢总会当住200人，就算讲3级警戒还未解除，假日差不多拢互订满。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政策来调整因应。如果届时尚未开放，我们会协助办理全额退费。我先订再说嘛，到时候你没有开放我不去，我这订金也是拿回来。啊，如果你那时候刚好我订的那时候已经开放了，那我来刚刚好啊。太平山庄表示，若做确定解除封锁，平常时也未订满的房间，也可能一时都无啊。当时林管处也讲，遵照指挥中心的规定来运用。民众一直准备要四界拍拍走，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伫面册里提醒大家，心情一旦轻松，不过行动也袂使放零。旅游协会是烦恼惊会造成另外一个疫情的爆发。然后所有民众又通通跑出去，复仇式的整个旅游活动、群聚活动呢就爆炸开来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会面临第2波3级警戒的情况。那这个在世界各国都发生过。李家家认为，为国外地来看，报复性佚佗规定加做伙，造成疫情循环性爆发，建议应该都要豆豆解封，疫苗注射甲控制风景点的人数，这是有效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制造无人机的汉翔公司今有风声讲，6月18已经甲1000多名员工注过疫苗啊。汉翔和国防部拢强调讲，这是国防安全的需要，会用国防专案来处理。另外，伫台南的地检署检察长叶淑文也去向指控讲，家己日去注疫苗名单，13也已经拢注煞咯。有检察官认为讲，伊是利用身份地位通好注疫苗，也要来改告发。今年3月，中央国教局对外公开，汉翔公司董事长吴开宏也算是国机国足，进入新的阶段。不过，即马传出汉翔公司伫6月18已经替内部1000多名的员工注疫苗，引起议论，民众的看法不同。第一个先打医护人员，汉翔应该可以比较晚打一点吧。如果他们里面的人确诊，那没有办法对国家做出贡献，也是一种损失啊。国内疫情虽然较缓和，不过即马疫苗有完欠。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规定，注疫苗对象是1到6类人员，甲75岁以上老人。第7类的军人还是军事机关相关人员，并无伫即摆的注疫苗范围内。不过汉翔甲国防部解释，这是专案申请，有出伫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同意，无影响目前疫苗的配额。
的，我们是用专案来分，没有分部门，就是说你是做这个案子的，那这个案子跟国防安全有关，就是我们报上去说国防部核定了，我们把名单核定以后才拿到疫苗。执行重要专案的人员纳入国军专案的疫苗，报请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同意拨发专案疫苗来施打。这些疫苗都包含在这一次所拨发的45000剂里面。台南地检署检察长叶淑云向这期特权优先组疫苗，台东地检署检察官黄家杰准备告发涉嫌利用职务诈欺罪。台南市长黄伟德认为，只要有负责防疫工作的指挥，并无唔对。中央也已经认可检察官是第二类施打优先的顺序。这个事情是不是牵涉到检察系统的人事倾轧，我们也不予置评。检察官黄家杰认为，叶淑云检察长并不是第一线人员，确定6月13到相助疫苗。也不过，叶淑云透过书面声明表示，无愿意变做翠烂水之争，已经向上级长官提出自请调查，要证实家己的清白。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台北市政府针对北农的群聚感染，目前处理方式，因是拍算规划做，若准是 PCR 阴性的，就要注疫苗。这礼拜会加4000多人来注。另外也针对着渔产畜产花卉公司做调查，未来也会安排因注疫苗。另外台北艺术中心也发生群聚感染事件，有40个人来确诊。外界质疑讲市政府拢放咧烂，不过市政府正式回回讲，5月27就已经停工消毒啊，6月10国也已经。复工 PCR 阴性才会当入去工地。台北市疫情正小可长好，北农道发生规定烧胃感染，有45个人确诊。台北市长郭文哲提出新的战略暴力性处理法，要用疫苗来围堵疫情。PCR 阴性都要注疫苗。2122天590人已经注好疫苗。就大概以每天1000个的速度就一天1000个快筛，一天1000个打疫苗。我觉得大概。这个礼拜有机会就把它全部都把整个北农这样处理完毕。批发市场要管理较无简单，人来客去真复杂。市政府成立台北批发市场专案，用同款的战略来因应台北市其他的大型批发市场。唔那北农，也有台北市的农产、畜产花卉公司，拢总加起来10540人，拢列做优先注的对象。唔那北农，台北艺术中心的工地也发生规定烧胃。台北市政府证实有40个工程人员确诊，原因就是5月27工地通报一个清洁工确诊，随时全面停工，配合疫调也甲体检，拢总有428人居家隔离。5月28至6月14停工期间，做3届全面消毒。决定可以来复工，所以6月15号，那么开设单一的入口来管制 ，PCR 必须要阴性的才能够进入工地。因为连续爆发规定烧胃，郭文哲也宣布，即马开始台北市有新的负责人会当医药注射。后礼拜一新增加高危险群特别门诊，和有新的负责人加高危险群询问是不是适合做。经过一个医生比较完整的评估，再打疫苗那打 AZ 还是打莫德纳，跟医生讨论看看，那再打。台北市也公布未来疫苗注射计划会优先注 AZ 疫苗第2期，拢总13000多人，家有700人，年长9000多人，也甲75岁以上外国籍人士333人。台北市第3遍的这个 AZ 疫苗开始注，放宽到75岁以上，会当赶紧上网到预约，若做无预约，也会当伫24号即天来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北农的群聚感染事件，这内面也有28位新北市民确诊。快筛队透早就随到邦桥3店铺的高菜市场体检3000多人。市长侯友宜是搁在呼吁中央政府，新北市就要比照台北市发疫苗予高菜市场的店家来做。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哲讲，北农的感染者有一半是对新北市甲家人来的，这款话也引起众人不满。北农逼出群聚感染，牵连到新北市。目前已经有28个新北市民染病。新北市长侯友宜唔敢大意，22透早机动快筛队进驻邦桥甲3店铺的果菜市场，到下晡2点为止，甲3076个人做体检，结果拢是阴性。不过，也是希望比较台北市，由中央批发疫苗，协助新北市甲这个番注疫苗。因为他给我名册是2200人，那我有跟中央反映，那目前中央并没有说都配发疫苗给我们。但是我们还是会从明天开始，从从业人员陆陆续续照册来分批施打。
新北市大动作，甲果菜市场的人员做体检。副市长刘浩仁讲，即届北农的菌株对北行政区造成影响是真大。相对台北市长高文哲讲，有一半的病例是为新北市甲家人来的，伊认为这句话是伤害真侪人的心。或许是无心，可是的确伤害了很多人的情感。那这一段里面，我们很多的民众不仅被感染，最主要是造成了恐慌。新北市开放第4批注疫苗的对象，包括75岁以上的侪岁人，甲有新的富人人，而且户口无限制爱伫新北市。老大人会当为23开始用卡电话或者是网络来注文，24开始注。有新的人以妈妈手册来认定。新北市差不多有2万的有新的人会当注。也会请医师呢特别的加以评估，那才予以施打。那孕妇呢，我们去年如果我们按照去年的这个baby 的生产是26000人了哈，那我们大约估的话，大概是在约2万的孕妇是可以再施打的。新店经新病院传出院内感染，卫生局长陈润秋嘛证实这件代志。伊讲头一个确诊的患者，头起先采检是阴性，不过住院的时阵收到居家隔离单，佮采检了后变作阳性，都随扩大扩列佮采检，有10个人确诊，包括患者、看护佮陪病家属，并无医护人员。也若6月28了后，各界关心讲，敢会解除部分的防疫警戒，校友谊呼吁中央会当甲入境的人做普遍体检，而且注疫苗会当达到一定的比率，确保医疗照护量能，甲大量体检来阻挡稳定的传播链。希望中央会当谨慎来评估。以上讲的若拢做会到，再来讨论解除防疫警戒。记者综合报道。中油的大拿枪昨伫外海买落油的时阵，却向一个风影伤过大，害油管破去，一寡油拢流出来浮伫咧海面上。地势小琉球的海保也受到污染，目前中油海巡加环保局也拢当咧处理。海面上流出长长的油污，中油大拿厂的外海下游浮塘日透早原油外泄，油污也佫飘散到小琉球知名地标花平岸附近。海巡人员赶紧伫岸底铺设汽油锁甲汽油棉。目前影响的海域大概是从琉球的花瓶眼一直到中澳沙滩，大概是1.5公里左右的一个长度。海巡船团甲协会等拢出动清理油污，原本不是会浮出水面的海龟，这个时阵才会当密伫油污水的下面。海保署表示，事发原因是赖比瑞亚籍的油轮进行油输送，讲啊第7节破气，地输油流出来。中油公司呢，它预估最大可能的外泄量呢，大概是50公丙的这个原油在海面上。那在当下呢，也立刻停止了输油作业，而且呢，这一艘油轮呢，也立即呢到这个毛博区去待命。海保署甲屏东环保局拢表示，将对中油救济。中油对此回应，已经成立紧急应变小组，由大拿厂长带领工作船伫第2浮塘4号回小琉球北沙渔港，以燃油锁甲汽油棉进行毒污作业，避免污染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黄酸雨雨影响，今仔日中南部甲宜兰地区拢伫咧落大雨。气象局表示，明仔载天气会较稳定，也因为最近的雨水有较高。经济部表示，本地是爱省水，真是该做爱防止做大水。除了改变限水措施以外，桃竹苗甲嘉南地区的万东潮啊，也恢复送水啊。受到地流方面的影响，中南部落大水雨，水为山顶一直流落来，是规个因甲赛车强要看无车路，而且嘛造成部分的灾情。台南柳迎南一控路线放去，工程人员驶过手伫处理，也若左顶有车路规个落去，是紧急甲车路封起来修理。高雄那马下区的青山社区路段，嘛出现车路放去的灾情。应付敌连日豪雨，发现路面有坍塌之情形，或放置交通锥及拉封锁线警示，以避免来往人车因而受困。气象局表示，这2天落大雨，主要是因为地流方面，尤其日下晡中南部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雨量有增加。宜兰嘛因为对流分黑，雨嘛落真大，不过23开始雨量就会减弱。大豪雨等级以上的雨量几率来说相对比较低一点的。
就算有，其实它的范围也是非常非常局部。22早起，关岛附近形成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有机会加做今年第5号的风台。气象局表示，未对台湾造成影响，也若连续几日天的大雨，嘛互各地水库水位有增加。现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决定桃园、新竹、苗栗水情为柑仔色的灯号转做黄灯，嘉南地区为柑仔色转做青灯。也若彰化甲云林水情是恢复正常。台中因为李溪潭甲德基水库欠水率较低，暂时未调整。从过去是全力抗旱，现在是转为同时防豪雨也抗旱的模式。目前呢，已经调度了1528台的移动式的抽水机。另外，农民关心的万冬稻啊，中央嘛决定伫桃园、新竹、苗栗管理处、甲嘉南管理处灌溉区域，第1组至第4组会开始节水供应引产。也若苗栗中港溪、台中大安溪、大甲溪甲嘉南第5至第6组的灌溉区域，会看续落来的雨量，甲水库欠水率的情形，随时来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自从疫情爆发到今，全世界确诊人数已经要到1.8万人，大约有390万人死亡。有专家开始把防疫重点放伫咧疫苗注射率，希望把武汉肺炎会当作是流行感冒共款，会当来甲控制。不过疫苗无注真侪国家，有关是袂当放量。因为欧洲渐渐开放国门，迎接热天旅游的旺季，西班牙、马略卡岛的海沙堡开始有人来佚佗。一寡游客伫度假期间煞出现确诊，互当地4000级的饭店必须改做临时的防疫旅馆，任务都要一直到10月。虽然讲当局有补助相关的费用，也毋过望趁一个观光财的美梦已经破碎。Ibesalud, o sea, nos abona un importe mensual que prácticamente lo que nos sirve es para cubrir parte de los gastos. O sea, no hay ningún beneficio en esta operación. 欧盟的疫苗护照制度要伫7月开始实施，一寡欧洲国家也陆续开放国门。为了挽救去年因为疫情损失严重的观光旅游业，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最近开始展开疫情恢复的旅行。21已经到奥地利的维也纳。那是英国和印度的 Delta 变种病毒拍乱解封脚步，对想要伫暑期出国的英国民众，首相强生21也表达烦恼。准讲7月19会当解封，也有可能未来爱去封锁。专家也表示，这个热天想要出国旅游的英国人爱少想者。I think that we should be predominantly deciding to holiday at home this summer while we get all of our population vaccinated. 虽然英国也是对变种病毒高度警戒，不过欧美防疫好亲像已经进入新的阶段。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专家表示，过去1年外，一直追踪确诊数的流行病学家已经开始转向，譬如伫英国，这已经大部分的人拢注疫苗的国家，未来有可能只需要监督感染住院的病例，佮用扩大注疫苗的方式来降低住院甲死亡的人数。以后防疫的目标是安怎互新冠肺炎变得甲流行性感冒同款会当控制，佮学习甲病毒共同生存。不过，亲像台湾这个国家，无大部分的人拢注疫苗的情况下，实在无放量的本钱。公视新闻金元庆编译。讲到古巴的国产疫苗阿达拉伊的疫苗，即对外宣布讲，伊的保护力有超过92%，不过却拢无落公开详细资料。另外一种疫苗号做主权2号，也讲注2档了后，就62%的保护力。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要伫咧南非设一个疫苗技术转移中心，希望当地会当家己生产疫苗。古巴自行研发几啊种的国产疫苗，国营生物制药公司BioCuba Pharma21表示，后期临床试验证明，注3档的阿布达拉疫苗防护力达到92.28%，也毋过无具体说明这是根据感染着病还是死亡率所进行的评估。92.28% la eficacia de la vacuna Abdala contra todas las cepas que están circulando en Cuba, un notición sin duda científico, humano, un notición frente al bloqueo que tanto daño. 在美国制裁之下，古巴医疗体系家己拍拼数十年来，拢自行研制疫苗，甚至出口国外。目前古巴正在研发5种新冠疫苗，其中2种已经开放民众注射，其中1种就是阿布达拉，另外1种是主权2号。最近也讲3档注完2档了后，效率都有62%，2种疫苗拢还未完成临床试验。不过，古巴最近疫情又完成悬，21增加1561例确诊，创下单日新高，累计169000多例，1170人死亡。
另外一方面，世卫秘书长谭德赛21宣布，将伫南非设立疫苗技术转移中心，有希望伫到至12个月内，以 mRNA 也就是信使核糖酸技术生产新冠疫苗，目前当甲几间机构协商合作。It's been shown now that we just cannot continue to rely on vaccines that are made outside of Africa because they never come, they never arrive on time, and people continue to die. 南非总统公党会表示，虽然这是有历史意义的进展，也毋过未安尼转移注意力，将甲印度继续伫世贸组织提倡暂时合并新冠疫苗专利权，加速申请国家制疫苗的速度。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讲到澳洲的大宝岛受到气候暖化影响，船鸥是一直死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提及，讲要甲因降级，列做是强美消息的名单。这个消息一出来，澳洲政府也真不满，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操作。海底白色双澳岛看起来无啥元气，双澳岛内底的鱼嘛无偌少。受到严重的气候暖化影响，澳洲的大堡礁的双澳，为真侪年之前就开始大量死亡。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伫当地21提案，要甲大堡礁列入濒危的名单，和澳洲政府是真不满，强烈反对，认为联合国的官员违反着进前表示未采取降级措施的保证。This is a complete subversion of normal process. The Foreign Minister and I had a late night meeting with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UNESCO last night, and we made very clear our strong disappointment, even our bewilderment. 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捌伫2017年的时阵，就认为大堡礁伫濒危的状况。当时澳洲政府承诺会投入超过30亿的澳票，差不多是640亿的台票来改善状况。不过过去5个冬，大堡礁的状态是继续恶化。包括煤炭甲天然气出口的澳洲政府，唔愿意采取更加有力的减碳行动，抵制到2050年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互环保人士认为，联合国的决定显示澳洲政府伫改善气候变迁的行动是真无足。The World Heritage property should be listed in danger. But if I can make a couple of points about what in danger means, it's not a permanent listing. It's a concern raised by the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about the values of a World Heritage property. 目前教科文组织的自然遗产名单内底，至少有83遗产，接近总数的1/3，都因为气候变迁出现了濒危的危机。外国媒体报道，澳洲政府不满教科文组织只点名大堡礁，认为有政治的原因，疑似甲中俄关系紧张、中国做教科文组织的主席有关系。伫这个降级提案，若是伫7月教科文组织会议面顶通过，大堡礁嘛正做历史上头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和列入濒危的世界遗产。公视新闻，台视编译。今仔日下暗新闻有替咱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各县市本土病例数量。今仔日有78例本土病例，也有6个人死亡。各县市的情形，新北市有43例是上介济，台北市有25例，南投有3例，基隆有2例，苗栗、彰化、桃园、台中一直到新竹县拢是1例。目前咱台湾已经有14157例啊，本土病例部分也有12938例，累计死亡案例到今已经有575个人死亡。讲到这个疫情期间，假消息是赢杯。最近有假消息，一个传讲西药房通好煮疫苗，甚至讲湘北地区要来封城，这寡消息拢是假。上界重要的是，民众若准收到这款消息，搁传互别人看，你是共款有罪哦。上界当会当罚到300万，或者是关3档。伫群组当中看到有人讲台北甲新北封城，而且是看到一个出来就掠一个，结果互其他人质疑，搁正讲新闻有部手机啊，完有收到，不过这甲现实的情形完全无同。一名刘姓女子通讯软体社群里面呢，自己去散布撰写这样的一个不实讯息，讲法还是说他有朋友跟他讲，叫他在这个群组里面去写这样的一个言论啊，他也交代不出那个朋友是谁。警方顺线调查，发现是一个姓刘的伫报纸所做的，询问了后，伊才违反着社会特殊维护法这个罪，函送通地检署。国内疫情因为还搁伫传，伫网络社交平台顶一直出现无实在的消息。最近接看的都是有病院爆发着规定感染，也是倒位出现真侪尸体，其他是疫苗有关的消息。还搁有人讲，伫西药房就会当注疫苗，搁讲即几工要去淡水注射。因新冠疫苗均由中央统筹，配发至相关医疗院所及卫生所。民间西药房应非受配单位，北部周姓民众所转传，坦承因误解朋友讯息
且未经查证。全台湾的疫苗注射情形持续地进行，相关无实在消息也一直互人风声放映。有网友铺文章讲，贯穿的英民英冠比医护人员搁较早做，搁点出差不多有200人坐5台游览车去做，讲是最后一批，后届就较歹做着。经向地方卫生局查证，表示未提供眷村农民农券优先施打。黄姓男子表示其讯息为道听途说，未经查证及po文。廖姓男子则表示因误信王姓民众之讯息，未经查证及发布于脸书。无实在消息的乌白团可能会引起民众的惊吓，也是误导消息，危害到社会安定。警方再次出声明，虽然发布已经无实在消息，相关会当罚300万，还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醒民众看到无实在消息的时阵，要会记得先查证，避免触发搁了钱。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好心肝诊所违规甲人注疫苗风波，近日扫到民进党的一位高家族。台北市长郭文德表示，高家族则是利用特权伫咧抄疫苗的人。高家族出面背会，甚至摕立委的职务来做担保。另外，台北市也针对着好心诊所违规甲人注疫苗的部分，甲人罚230万。好心肝诊所违规注疫苗的风波，嘛牵连到民进党立委高嘉瑜。台北市府2日暗时公布高嘉瑜抄代志的过程，毋但敲一通电话尔，而且佫误解传简讯，前后后要求要爱300档甲200档的疫苗。6月初2甚至要求等莫德纳来接补。卫生局长黄世杰批评伊是软土深骨，也若高嘉瑜是佫一届出面背回讲，伊并无施压讨疫苗，若是有，就会甲立委撕掉。这件事情我是可以用我的立委职务来做保证，说我跟核心诊所没有任何特别的关系，那从来也没有踏进去，也没有接受过他们的支持。那如果有，我都可以辞去我立委的职务。因过高嘉瑜甲郭文德的关系袂歹，外界真好奇讲，是安怎郭文德会直接甲高嘉瑜的名讲出来？郭文德讲，政风处调查的文件内底都有写伊的名。在开记者会之前1个小时，我跟高嘉瑜就直接通过电话，我就跟他讲说这个纸包不住哦，与其事后人家去挤牙膏，你知道这样弄出来，或者这样会搞你更惨了，不如就是我直接讲出来。面对市府公开对话记录，高嘉瑜表示，伊袂主动来公布，会尊重市府甲卫生局的决定。市府嘛表示，卫生局伫咧市府政策也未开放予诊所家己注疫苗的时阵，都先予好兴疫苗确实是有毋对。不过好兴注的对象有部分的诊员无符合第1类至第3类的资格，会依法来裁罚。他中间有打给他自己的，应该是类似关系企业。核心股份有限公司、诚兴股份有限公司、和善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这个不应该是被认定不是属于第1到3类的相关的人员，所以就也非医事人员。就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总共是裁罚了230万。因为违规注疫苗，好兴的4间诊所拢总去予市府罚230万，而且嘛会取消疫苗合约诊所的资格。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友邦巴拉圭宣布讲，已经和咱的国产疫苗厂商联亞签约要买100万档的疫苗，只要台湾的通过紧急授权 EUA 就当做会啊。联亞強調講，摕到 EUA 授權進程攏未對外說明。另外，5月表示要伫咧台灣設經濟部的辦事處的立陶宛，正式風聲講要送予台灣2萬檔 AZ 疫苗。研發國產疫苗之一的聯亞生技，即嘛傳出有外國的訂單，簽約的相片即嘛公開。徛佇咧正中央是台灣友邦巴拉圭的衛生部長波帕，伫咧伊分司邊是台灣駐巴拉圭大使韓志正，甲聯亞合作的美國公司 Vaxinity 策略長哈里森嘛有出席。巴拉圭政府頂一日宣布甲 Vaxinity 簽約，買100萬檔 UB612的疫苗。目前等台灣通過緊急授權，巴拉圭就會得咧通過緊急授權。高端公司2家公司，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规划跟处理这个就由他们来做说明。Vaxinity 嘛，伫咧官方网站公布这个好消息，那摕到 EUA， 巴拉圭会成做世界上头一批摕到 UB612的国家之一。也那巴拉圭卫福部嘛表示 ，UB612的疫苗按算伫咧今年热天就会当出货。不过联亞的態度是真保守，強調講伫咧摕到 EUA 進前未對外來說明。那外交部是真歡喜看到聯亞積極擴展海外的商機，表示講會持續提供必要的協助。由聯亞生技集團所研發的 UB162號的疫苗，一旦取得我國的緊急授權之後，巴拉圭將可以率先成為獲得這個疫苗的國家之一。
我国政府我们一向鼓励台湾的企业要跟友邦加强交流跟合作。外交部我们乐见联亚生技集团跟巴拉圭的卫生福利部签署疫苗采购合约。美国宣布捐予全球8,000万吨的疫苗，分做2批来配送。最近公布第2批5500万吨分配的计划，包括台湾在内亚洲国家有1600万吨。不过台湾到日仔拢总摕到250万吨，已经是2批配额的总额，国内未阁有分配到疫苗。针对这点，驻美代表萧美琴证实，有争取请美国提早提供疫苗，因若敢会搁甲美国来争取疫苗，会照国内指示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第2日宣布讲，甲有新的负责人安排伫咧主疫苗的第6顺位。新竹市自治透早就启动计划，伫咧体育馆替怀胎的负责人主疫苗啊。有新的护理来到体育馆，看起来表情略略紧张。医生把针对每一个人身体状况问详细，因拢是昨暝临终时接到通知，为着家己甲腹肚内囡仔的安全，就决定赶紧来住。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就是这样，因为孕妇也会有重症的问题。目前大概38周，然后我会选莫德纳。会有点担心，但是至少至少是莫德纳。那现在孕妇可以优先施打，你个人觉得怎么样？觉得很开心，就是市政府很有效率。新竹市是全国第一个替有心人注疫苗的县市，为着要让因更加安心，现场除了有医生，更有专业的医疗器材，而且包括 A 跟莫德纳2款疫苗会筛选。孕妇是可以自己来选择的哦，所以我们现场有莫德纳，也有 AZ 的疫苗，呼吁所有这个符合标准的这一些新竹市的妈妈们哦，请大家不要着急，因为我们有事先造册，然后我们会通知各位，那也请大家就照通知的时间来哦。2日总共分做10梯次来注疫苗，总共通知611名有新的民众，所来会通知符合资格人来注。初步估计，全新竹市有1400多位的民众会使收费。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疫情若稳定，民众就开始放灵。假日时啊，伫高雄的蚵仔寮渔会直销中心是人客人，有人质疑讲，安尼敢会变成防疫空棚咧？市政府也要求因爱赶紧改善，对这礼拜开始，鱼市嘛要按照身份证号码分流。来看一下身份证啊，这个是双号。民众来到蚵仔寮渔会直销中心，才知影这爱比较市场分流，有人袂当入去。昨天临时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一个在外面等。是实时的吼，个单号加双号的分流管制。1点钟大概吼，内面的容纳人数，阮大概拢有控制在100人左右。蚵仔寮渔会直销中心疫情开始就管制一个出入口。所有人员甲民众爱实名登记、量体温，想要到顶礼拜假日内底说出现人客人，烦恼会影响到防疫，市府要求爱改善，无就关门卖开。所以这礼拜开始，鱼市爱比较市场严格管制人数，应该会影响更严重。对啊，平常真的没有什么人。但是可能那一天，6日刚好下雨，然后突然停雨，可能人家都进来多一点。差一半较假啦，当然这个时阵才讲是遐生意上好的。蚵仔寮鱼市原底有80几档，因为疫情已经有3成暂停营业，假日人客剩无一半。即马管制愈严格，人客可能会愈少。业者虽然无奈，也是会接受，嘛希望民众会当配合。记者邓亚文为做高雄报道。嘉义市因为3级警戒关系，正式要求甲人斗目接门做增加，还佫开拳头馆的就要停业。不过业者认为讲来做增加的人客拢有事先注本，其他县市也无安尼先做，认为这款的要求实在无合理。因为疫情来休工的增加美容业者来工会教室加减认识交流，这业者讲，市府因为防疫限制因的营业，但是其他县市并无限制，因的生活用要袂得过啊。5月中开始我们就停业到现在，都几乎都是说快山穷水尽了，就是压力很大。建议说政府能够用辅导来代替禁止营业这一个方面。那我们业界这一方面，我们也要确实来做好这个防疫的各项措施。工会表示，当初是休工的公文，讲因的工课不是民众维持生活必须的服务，所以叫因来休工。但是对做增加目镜门的业者来讲，
市府禁止的服务，煞是因维持生活的工课。像卖场的话，其实有时候人流控管的话，跟我们这个比起来，其实我们这里1对1会比较好。店面也是要租金啦，你要说我已经休1个月超过了，都完全对外没营业，那我们房租的部分还是要缴。针对这些业者的建议，市政府已经听到了，那也会尽速来评估，看怎么样的方式来做逐步调整。市府表示，休工的要求当初有发公文，如果业者有需要纾困的证明，拢会当来协助。工会指出，工会内相关业者都有400多人，大家拢烦恼市道开放的时阵，人客拢行去外县市啊，希望市府会当赶紧来调整。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在109年，台湾的司法机关就收到337万的案件，也惊讲疫情会影响到审判时程。立法院伫顶礼拜5通过流行病团流行疫情严重期间司法庭事特别条例，放令法院会当利用时限来规定。不过，时限规定的网络稳定加文书泄露，这个拢是大问题。申请代理人是否要关？法官伫咧法院内底用时限规定，受审的人伫家己所属的单位或者是厝内出庭，就惊疫情影响审判的时程，也增加接触胃病风险。立法院伫咧18通过传染病流行疫情严重期间司法定事特别条例，包括刑事、民事甲行政诉讼，拢会当以这3种方式远距离时限出庭。刑事诉讼远距讯问作业要点原本是规定以半小时为一个时段，那目前呢以10分钟为一个时段，每次最多可以申请6个时段。包括用电子批加压票、放令法庭席位的规定，加旁听室的限制，增加停止审判的事由。法官也会当用录音、录影存证，笔录落尾才个报去。司法院也强调现行法律的原则，像公开审理、受辩护人协助的权利、甲关键资讯的核知权等等，特别条例拢无加以限制或者是排除。上个礼拜开始陆续去选取一些个案呢，来进行远距视讯。一开始会有一些软体啦，或者是运用上的不熟悉，资讯同仁或者是法院的其他同仁的这个协助了哈，那陆续去解决。不过，时限规定要是有疑虑，像网络的稳定性、画面防不当使用等等，真若疫情转好了后，要安怎有效来消化迄寡无适合用时限规定所累积的案件？审判界人士表示，会当参考美国甲英国的经验，法院爱制定具体明确结案的时程，提悬法庭使用率，甚至增加法官的人数，早日完成审理。记者民警林玉凯台北报道。伫咧疫情期间的劳工纾困贷款，因为人伤过济，办无几工就向法庭。即马佫传出讲有新中者讲，因为去年有摕到慈善机构互因的辅具补助，害因这个年收入大大增加，超过50万，害因煞无法度来申请纾困贷款。目前暂停办理的劳工纾困贷款规定，年收入50万以下的劳工会使来申请，但是有新中者讲，进前因申请的时阵，就因为受赠的辅具列入所得，所无法度来申请。在108年跟109年，我本身就是有在正当的工作，但是我的薪水大概只有2万多块而已。因为去年的时候有得到慈善机构给我的一个辅具。那个辅具的费用大概6万到8万块之间，但是那个的钱不是给我们费用，而是给我们买辅具，但是那个被合并到我们的收入里面去，导致于我们就超过了那50万，因此银行就不让我申请了。立法委员赖香林讲，因为关键影响到纾困贷款的申请，可能会互这的善心人士烦恼，关键会对这的申请者造成困扰。伊认为，对一寡较弱势的人来讲，纾困设立伤济户定，会互因真恶来申请。那其中薪资所得是包含，各位所说的各种补助费用，那会是后续各银行的核贷状况跟各界的意见，那进行滚动式的检讨。劳动部表示，为了让银行在审查的时阵有一致的标准，所得的人力是统一由财政部来提供的，所以会按照所得税法的规定，甲补助算入去。新审障碍者的受证，敢会使排除，刷落来会看状况，向行政院争取预算办理。
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的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5度到30度，中部地区对24度到29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0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3度到30度。也个未来3天的气象。在咧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